敷完面膜到底要唔要洗？其實係睇你敷咗邊類型嘅面膜。大部分片狀營養面膜都唔需要清洗㗎，但係如果係一啲塗搽、清潔、去角質、泥膜呢啲類型呢，其實係需要洗面㗎。睡眠面膜係敷到第二朝先洗㗎。如果遇到一啲營養片狀面膜，但係個包裝指示又叫你洗咗佢呢，好可能佢係屬於劣質面膜。呢啲劣質面膜裏邊含有害成分，如果唔洗咗佢啊，有機會會出現痕癢、刺痛，甚至乎出粒粒。長期使用呢個錯誤嘅護膚步驟，有機會令到皮膚變成敏感肌，甚至乎嚴重敏感。劣質面膜可能含有乜嘢有害成分？分享俾身邊中意試新面膜嘅朋友，減低傷面機會。劣質面膜有機會含有酒精、重金屬呢啲刺激成分，可能導致肌膚刺痛、泛紅、過敏。精華面膜如果加入劣質嘅黏稠劑、人工香料、防腐劑，會導致擠塞無囊，形成粉刺。有啲劣質面膜可能會添加激素，短時間用效果可以好好，不過長期使用會造成激素性皮炎。有害成分嘅面膜係唔會寫出嚟話你知㗎，所以選擇有信譽嘅品牌係好重要。試過敷錯一款面膜，即刻洗走佢都解決唔到刺痛。留言急救，敷錯面膜或者敏感狀態都可以即時舒緩。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效果加倍㗎。